光電動能係香港唯一一間光儲充嘅新能源管理公司。我哋係專業為屋苑建造屋頂太陽能發電系統，同埋為屋苑嘅業主喺私家車位進行基建同埋設備嘅升級，拉線鋪線到每一個車位安裝充電樁，等每一個車主都享受在家充電嘅樂趣。我哋咧已經為眾多屋苑進行咗太陽能工程同埋 EV 充電樁嘅設備升級工程。累計咧就完成咗接近5萬個車位嘅私家充電樁嘅安裝噶啦。我哋服務過嘅屋苑非常之多，例如九龍嘅麗港城、海逸豪園、黃埔花園、大埔嘅天賦海灣、大角咀嘅港灣豪庭、南灣鴨地洲、沙田第一城、嘉華星濤灣、杏花邨、太古城、嘉麟閣、和富中心、城市花園、寶馬山花園等等。我哋服務過嘅屋苑咧，當鋪設線纜到車位嘅工程完成之後咧，其實往往有好多嘅燃油車啦、有車嘅車主咧，即刻咧就會想換電動車噶啦。喺呢度咧，我希望咧可以同你合作，一齊探討為屋苑提供新能源管理方案，為屋苑節能減碳。我哋知道你作為區議員同區議員辦事處嘅職員，為社區做咗好多節能減排嘅工作。喺呢度，我哋誠意邀請你加入我哋嘅社區節能減碳顧問計劃，成為我哋新 Power Club 嘅合作伙伴。你推介嘅屋苑，我哋會同你一齊探討節能減排嘅方案，並由光電動能投資、設計、安裝，並且去實施各種嘅節能減排嘅新能源管理方案。同時，我哋會俾節能減排顧問豐厚嘅顧問贊助費用，作為你為社區服務嘅經費。你只需要提供屋苑嘅聯絡管道，我哋將全權負責後續技術評估同埋方案嘅設計。所有工程無需要屋苑前期投資，並由我哋承擔維護嘅成本。透過你嘅推介，唔單止可以推動綠色社區轉型，更加可以長期享有回饋。加入新 Power Club， 等我哋共同打造零碳嘅未來。以北角一個大型屋苑為例咧，屋頂嘅太陽能項目嘅裝機容量係400 kW， 每年發電量超過45萬度電，相當於減少排放超過300噸嘅二氧化碳。呢個項目咧唔單止為屋苑嘅公共設施咧提供咗穩定嘅電力，更可以透過智能能源管理系統咧，將剩餘嘅電能咧儲存起嚟，或者去調配到充電樁去用嘅。呢個物業咧一共有480個車位，我哋已經為其中超過350個車位咧安裝咗智能充電樁，同時實現咗同屋頂嘅太陽能系統協同運作。通過呢個光儲充一體化嘅管理啦，唔單止提升能源使用嘅效率，更加為住戶咧帶嚟低碳同埋便捷嘅充電嘅體驗，推動咗成個社區邁向綠色嘅智慧生活嘅新方式。呢個項目我哋俾咗我哋嘅節能減碳顧問8萬蚊太陽能嘅顧問費，同埋35000蚊嘅充電樁嘅顧問費，合共咧係差唔多115000蚊嘅。呢筆費用咧，我哋將於喺項目完工之後咧一次性去支付嘅。未來咧，我哋將會持續通過擴展新 Power Club 嘅合作網絡，透過技術嘅創新同埋合作共贏嘅模式，深化社區能源嘅自主性。每一個參與嘅顧問都係推動城市轉型嘅關鍵力量。當你促成咗下一個屋苑加入嘅時候，唔單止創造咗經濟嘅回報，更加係為下一代累積無形嘅生態價值。你只需要喺新 Power Club APP 上面登記成為節能減碳顧問，綁定你嘅 Alipay 賬戶，我哋咧就會自動為你每次喺推介屋苑嘅時候咧，喺你個新 Power Club APP 上面，喺你 Alipay 嘅賬戶分段發放你嘅顧問費。完成登記之後咧，你即可以透過 APP 追蹤項目進度同埋收益嘅情況。每當你成功推介咗屋苑進入施工階段，我哋會首先發放20%嘅顧問費。喺成個系統完成之後，通過驗收之後咧，其餘嘅存款咧就會全部俾你噶啦。喺成個過程裏面咧就非常之透明高效，亦無需要紙本嘅文件，所有嘅流程電子化處理。藉住呢個科技嘅簡化參與嘅門檻，等每一個顧問專注喺社區嘅推廣，零負擔投入綠色經濟嘅浪潮。我哋希望為你搭建業務嘅平台，同你一齊共同發展，共享新能源帶俾我哋嘅機遇。如果你有意參與社區節能減碳合作計劃，請你 WhatsApp 你嘅卡片到98002119。再講多次，98002119。我哋嘅客戶經理將會喺24小時之內同你聯絡，
並安排專人同你講解合作嘅細節同埋個案收益嘅模式。光電充一充，未來更輕鬆。光電充一充，未來更輕鬆。